就是从气门，从气门穿是啥呀？就是导管里面都是从气门穿过去的，就这个导管。哦。气门必须要通过导管过去，穿过来。哦。这个气门的活动能力都是通过导管来做动的。哦，你手里拿的这是气门。哦。型号不一样，各种型号不一样，它丝质不一样，型号不一样。等于它那个气门正好就是。这个是穿的。就是正好就出来了哈。啊，对，封闭住的。哦，封闭了。就是我们厂生产的这个产品呢，也不需要太多。嗯。有的客户不一定需要什么品种的产品的。对。这个作为你们来说也不好整。嗯。没有了发货单位的就是发